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没错，就像我影片一开始喊的一样，拜托各位不要再问我社区大学的学费多少了，好吗？我只是一位读过社区大学的学生，我并不知道所有社区大学的学费啊，我又不是代办，而且这几年学费也一直有在涨，所以你们问我，我也是要上网去找啊。况且学费这种东西，你们上学校官网找一下就有啦，为什么要来问我呢？好啦，那如果不会找的话没有关系，我今天就来教你们怎么找。首先，你需要先打开一个网页，然后找到 Google 大神，然后呢，膜拜一下。喂，没有啦，你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呢，打上你想要找的社区大学的名字，例如 Freehill College， 然后再加上一些关键字，像是 International Tuition 之类的，然后按下去 ，Google 大神呢就会带你找到你要的资料了。你看这里就有 Cost of Attending Freehill。点进去呢，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了。你看，现在国际学生在 Freehill 呢是一个学分191块，那一个学期呢最少需要12个学分，最多呢可以拿21个学分，所以一个学期的学费呢是2292块钱至4011块。然后它网页写的687块呢是只有估计12个学分，然后是1年3个学期加起来的学费。那再来呢就是书本加学杂费啦，它估计是要1500啦。不过也不一定会到1500啦，因为谁知道你上的课那个老师会不会要你买书，或者是要你买多贵的书，或者是要你买多少书。有些老师上课就不用你买书，所以这只是估计的价钱而已。然后再来就是保险费啦，他写呢一个学期要506块，每间学校基本上都会给国际学生强制保险，所以这个费用呢是一定有的。不过每间学校的保险费用都不太一样，提供的服务呢也都不太一样。再来 Freehill 呢，它连住房费用呢跟生活费用呢都帮你估好了。不过你有可能会找到很便宜的地方住，你也有可能会找到很贵的地方住。生活费也是，你一个月花多少钱 Freehill 也是不知道的，所以这些都只是预估而已。那你可以参考它上面给的数字，自己大概来算一下，就知道大概学费多少了。那要找其他学校也是一样的，像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， 你就在 Google 上面打呢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Tuition， 它就会跳出来了。你看，第一个就是了，你点进去呢，它一样也都是有预估。那我们再找一个 Santa Monica College 的好了，一样你也是打 Santa Monica College International Tuition， 点进去呢，它第一个也就是了。好，这样大家应该都会找会算了吧？算数的部分应该就不用我教了吧？好，我想大家应该都会了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，然后不要忘记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